新华消息来关心，政府推出300亿的租金补贴，对这个月初3已经会当开始申请啊。不过有真侪人申请的时受到阻碍。民间团体崔妈妈基金会最近就接到真侪通电话，是去讨救兵的。内政部长林佑昌是表示，准公厝卡要申请有出问题，会当提出申诉。长安基金会您好。民间团体崔妈妈基金会办公室对300亿扩大租金的补贴政策，这个月初3实施了后，电话就一直等。原来有超过60%走厝的人打电话求助，影响营建署反映，互厝头家主动唔敢申请租金的补贴。无想到营建署讲无多提供协助，按打电话互崔妈妈基金会。虽然在法律上规定来讲，税负转嫁、涨租金，这都不是一个合法的条文，但是房客还是会担心，万一我续约之后，会不会之后房东不续约给我？崔妈妈基金会发文澄清，营建署从来无委托因提供租金补贴的咨询，不过营建署果则听到基金会要互因看到。崔妈妈基金会指出，政策虽然立意良善，不过对多数租厝的人却是看会到、食袂到。他让我申请，然后他跟我说他要涨房租的话，那我可能就干脆就不要申请了，避免到麻烦。不是你根本就不会去想这件事情。因为我们签约之前，房仲就有跟我，中介那边就有跟我说，就是不行。对着厝卡的心声，内政部长林佑昌讲，厝卡免经过厝头家同意就使申请补贴，厝头家嘛袂使拒绝厝卡的申请。不过若真正申请有问题，也已经有这管道求助。好，有相关争议的时候，可以由地方政府还有消保单位接受相关的一个纠纷的一个申诉。民众有问题的时候，不管是我们营建署的一个专线，还是各地方政府的一个专线，都可以来反映这些问题。林佑昌讲，民众会使上营建署官方网站写电子邮件到署长信箱来申诉，也是卡租金补贴咨询专线求助。不过民间团体提醒，租厝进前上好甲厝头家签订纸本的租厝契约，莫经由赖的方式来签约，以免申请补贴受阻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